好靚，成個地球啊！火山爆發，地球形成嘅過程就係咁樣。太陽系、星際穿越、暗物質、宇宙的誕生。上海天文館滴水湖站16號線13個站，個幾鐘頭我哋搭到滴水湖站。4號出口臨港大道北路，搭 lift 上1樓，斜對面有個牌寫住上海天文館800米嗰度。呢邊呢度都好多嘢食喎，又有 M 記、盛大集團、陸家嘴集團，呢啲汽車站嚟喎。雲端北路，上海天文館800米。邊冰雪世界喎，環湖西2路、星空之境、海綿公園，櫻花嚟嘅喎，櫻花嚟嘅喎。沿住呢條路直行，臨春橋過咗條橋，呢個應該係上海天文館。開滿晒櫻花喎，成個公園都係櫻花。哇！呢條真係櫻花大道啊！邊講嘅？上海天文館。呢邊又係櫻花，好多。大人小朋友就25蚊。估唔到入到嚟都幾多人。家園宇宙征程無障礙電梯，球幕影院特色展區、臨展廳、咖啡廳，有餐廳喎。球幕影院航向火星呢邊，有行李寄存。哇！真係好大喎，呢邊都下邊係遊客餐廳嚟嘅，星球引力啊！點解會左右？呢邊係家園。係啊，嗰邊啊，家園。呢邊就東華問天呢個展廳。呢邊係博物館商店。東華問天。河北開陽堡、福建島仙山，哇！流星雨啊！甘肅祁連山、嘉峪關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藏珠穆朗瑪峰一星嘅運行軌跡。天時定節。嗱，佢有講啦，秋分啦，春分、夏至，24節氣，曆法全盛，天文測年，陰陽合曆。歲行有差，50年退1度，50年增1度。東南亞曆法、朝鮮半島曆法、日本曆法，我全部用中式曆法㗎，原來。天象示景，大禹治水。古代天文學家不斷改進日食推算方法，好勁啊！古代天文學。水運儀仗台。哇，都幾複雜喎！水運儀仗台是北宋偉大國學家蘇仲吸收了水車，通過精密計算及模型研發明大型自動天文儀器，高12米，闊7米，上下3層，以漏刻水力驅動及天文觀測、天文演示和報時系統為一體，中國古代天文儀器製造史上巔峰之作，被認為是西方天文中嘅直接祖先。哇！真係好複雜喎，可唔可以複雜啊？犀利，啲古人都咁鬼叻啊！時計、滴漏報時、按中陽銅漏，複製品嚟，古代攞嚟計時，滴水，層層滴落嚟啊！銅壺滴漏，1316年鑄造，
由上而下，日壺、月壺、星壺、秀水壺。秀水壺正中一個銅表尺，上面有12個時辰刻度。銅尺前放一木製浮箭，通過觀測浮起嘅木箭，在銅尺上所對應嘅刻度嚟量度時間。你好嘢咁都諗到，滴漏計時，西方天文學，儀器遠鏡，曆法之爭，清代曆法相關書籍。上海早期天文台，佘山天文台，西學日華，1543年。中國近代天文學演進，1615年。天文學書，中華天文，現代中國天文台。奮進。Shanghai Astronomy Museum, branch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s an astronomy-themed science museum invest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登月啦！ Government. 天文台天文學家。As well as the special exhibition areas of astronomy in China. Wandering Planet and Journey to Mars will present the Great Journey. 天文台，新疆天文台呢個就長春人造衛星觀測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學科維理研究所，貴州嘅電射望遠鏡，保持世界一流地位。依家全世界剩翻一個，就係貴州呢個，美國嗰藍咗。運象。好深奧嗰啲嘅天體運動喎，天象變化呢個運象，簡易係咩嚟咧？獨立赤道裝置、地平裝置，哦，都係7赤道、7天古儀、雲儀、威表，度嗰啲陽光照射幾多點，登峰古觀星台，觀星台演變。變化彗星，星體變化。見計總星圖，天地初識。咦，出咗嚟！我呢個波波，好多學生，下邊一層餐廳，呢個球幕影院嚟嘅喎。啲電影有場，排隊要買飛嘅，10分鐘一場。啊，呢度買飛。邊度有嚟？上海天文館，家園。有導覽講解光的速度，仰望星空，哇，好靚啊！地球，仰望星空，好靚，成個地球。星座嚟喎，仙女座，光學天象廳，哇！幾大個地球啊！個地球幾大？哦，呢個火星啊！火星，華明山，哇！火星定太陽啊？呢個？遠啲先睇到，
頭蓋目。地球形成嘅過程啊！地球形成過程。火山爆發。變成呢依家個地球啊！啲城市又開始有燈啦，現代地球啊！依家成個地球形成嘅過程就係咁樣。月球起源，地球圍住個太陽公轉，每個月份行到邊個位？月相四季，晝夜，上面上得去喎，上望下先。光學天象廳，我要等下一場。呢邊太陽系。太陽系九星公轉，太陽系全景。太陽蓋帽，太陽結構，光子走迷宮，太陽內部活動。木星，大氣真相，金星閃電，大耳筒，金星嘅閃電，不停閃喎，步入火山，金星。火星奧林波斯山呢個木衛，動盪的木衛，木星嘅衛星，好動盪，仲未穩定。水星都有火山，呢個水星卡洛里斯盆地，呢個地球上最高嘅火山，夏威夷群島。銀河系外圍球狀分佈，銀河系分佈圖，牛郎星，巨赤地，銀河畫卷，遙距銀河系，人馬船底秘。飛越銀河系，
個咩嚟嘅？跌咗粒珠入嚟。呢個咩嚟？萬貴揾石坑。放期啦。你埋到去啦，見到有啲哦撳先至撳反撳 number，咁麻煩，我上2樓啦，我睇完。2樓睇晒。喂，點樣入嗰啲天幕影院啊？喂，另外買飛喎。係啊， 10分鐘一場。呢個點樣上嘅咧？呢度2樓冇得上喎，入去裏面冇得入去喎。恒星光環。土衛六、甲遠海、土衛六啊，泰坦星嚟嘅。原來呢隻就泰坦星。你見到好似落雨咧，唔係雨水嚟㗎，係嗰啲唔知咩嗰啲咩流星雨啊！一粒甲遠啊嘛。一粒都大過地球。啊，佢係甲遠啊嘛，甲遠星啊。得啦。哦，得啦，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全部都抽象畫嚟喎，有咩聽？冥王星，有嘢望啊！冥王星，อันนี้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ตั้นมันเป็นกำแพงเลยเนอะเป็นมันไม่ใช่เนอะ宇宙，星際穿越，哇，好靚！星際穿越。暗物質、扭曲啊、幻象的本質、牽引力表象、索言、光子、光影、起點、宇宙的誕生、律動、時間的本質。我嚟喎，人影我有。宇宙微波背景幅上，温度夠高區域，温度夠低區域。
宙大爆炸嘅餘溫啊，嗯，嗰啲微波啊。宣布1965年發現天空各個方向存在未知宇宙微波背景，時空宇宙維度，宇宙大爆炸。有講解員，聽到講啊？聽唔聽到嗰個講解員啊？聽到啊？佢而家講緊啊？咩？咩唔同啊？唔同嘅。宇宙是什麼？宇宙有多大？氫原子、氧核糖核酸、神經元、地球、太陽系、銀河系、星系團，喐啊！我觀察宇宙，星系團與暗物質，68% 暗能量，正常物質得5%，暗物質27%。哈勃望遠鏡，勒梅特定律，大部分星系都在遠離我們。宇宙在膨脹，大爆炸理論的證據和挑戰。爆炸，暗能量，宇宙不僅在膨脹，而且天文學家通過觀察遙遠 LA 型超新星，分析佢哋與距離與譜線紅移關係，加速膨脹宇宙。量天的單位。導賞團唔知點參加，量天尺，點玩啊？哦，得嘅，度下嘅距離，星球與星球距離我度到，地球與星球距離。超新星測距，都幾深奧。呢邊。年月日、日虧、沙漏、機械鐘、擺鐘、原子鐘、宇宙大年曆、宇宙混濁期、早期星系劇烈運動、超新系團形成。第一代行星、第二代行星、第三代行星、太陽的形成、細菌出現、地球磁場形成、真核細胞誕生、生命大爆發、時空彎曲、時空彎曲。咁深奧，引力，
落翻嚟啦，我將嘢落咗嚟先。邊玩咩啊？佢哋教你玩啊過嚟嘅，好嘢嘅。有幾大啫？好嘢幾難？你有冇睇點玩啊？你唔可以唔用。萬有引力加重力唔等於重力，萬有引力唔等於重力。開普勒三大定律，萬有引力定律。群星之母，四大基本功。洛希極限，外星行星。潮汐鎖定，引潮力，月球引潮力，潮汐關月球事。潮漲喺邊？月球影響潮漲啊！呢個銀河仙女撞大碰撞，黑洞、類星體、類星、腳飛星，都好多介紹。黑洞、中子星，越嚟越遠啊！越離個地球越嚟越遠嘅宇宙啊！中子星啊！白矮星、紅矮星、行星的一生。嗰個唔係嚟嘅應該。邊人玩呢龍捲風喎？唔係嚟㗎。黑洞嚟喎呢個，吸晒啲光入去喎。黑洞啊！黑洞，黑洞啊！無魚黑洞。呢個黑洞。係啊，跟住你兩個都得㗎。拜拜。哦，飛走啦佢哋，唔知佢哋邊個國家啦。光之源，宇宙信使，光的波粒二象性，身邊的多波電光。星雲啊，星雲嚟喎，射電。拖住呢個咩星啊？呢個 M82拖去邊度？哇！幾多嘢玩啊！真係。呢個係如果天文紫外線可見嘅光，阿 B。好深奧天文。呢個咩嚟㗎？呢個係海星、太陽呢個。而家自己去。咩太陽？走去邊啊？太陽？銀河啊！呢個唔知啊。太陽星。好啦，走晒。好啦，奶奶，走晒。你不如講咩話㗎？講國語咯。咪有得揀嘅咩？光譜測速，呢個氣象。解碼星光。仙女座。係咪聽緊啊？你係咪聽緊呢個？有個男人講緊嘢嘛？啊？光譜儀。聽下呢個。光之美。光數萬物之源。原子說，道爾頓原子說，1803年。原子模型1897。波爾原子模型1913。薛定諤原子模型1926。
元素的由來，大爆炸，紅巨星核聚變，元素週期表，宇宙大爆炸，超新星爆發，中低質量，行星死亡，宇宙射線散裂，中子星合併，元素週期表，一出現啲乜嘢？咩時代出現乜嘢？係元素。生命宇宙奇蹟。地球，好似太空網。寻人启事，上美中学6年级的学尋找生係外行星。請注意，你的老師正在找您，請急速到1樓遊客服務中心。開普勒謝謝你的合 22B 作。公轉385個地球人。生命的重要躍升，歡迎光臨生命產生條件，現在廣播尋生命人啟的誕生，事。上美中學6年級的學生請注意，宜居帶，你的老師正行在星溫度，請急速到1過熱樓遊客區服務中心。過冷區，謝謝你的合作，祝各位參觀愉快。宜居帶就呢啲星，呢啲星，宜居，火星、地球、開普勒22B，呢啲全部宜居嘅，可以居住。開普勒62F，一半住得，一半唔住得。生命的能源，碳循環，火山大火，水中二氧化碳，宇宙射線嚟喎。呢個係三葉蟲，里士喇叭角石，生命的劫難，恐龍啊！宇宙大爆炸。系外行星之最，恐龍沒住啦。又玩完一個本。上咗嚟3樓。星球旅行計劃主題冰淇淋。邊個？梗係食地球啦，食個食呢個冇感覺嗰啲黃星嗰個咩嚟㗎？呢個地球咯。地球嚟得咁靚，哇，好靚喎！呢個啊，呢個仙女啊，有咩味啊？椰子味超咧，真係偏得真啲喎。我唔食椰子。咁你呢個月球，可以過啦。我要食，我要呢個。鮮料。放在桌子上搬下來。影相下，我幫你影相下。媽媽喜歡它。那雪怎麼這麼大？嗰啲哎呀，啲星球啊，你買呢個唔好領住俾兩個擺埋啲啊。係。地球雪糕。阿 B 你啲咩星啊？仙女。阿 B 你杯雪糕。擺正啲個位置先。提醒你當心不要碰到上面。啊，唔好碰到啊！出面咩嚟㗎？出邊咪平頭出去咯。鑊生。呢
哇！下邊全部櫻花，全個公園都係櫻花。呢個冇味啊？星球雪糕、蒸桃、星河，古人眼中的宇宙，神秘巨石陣。Put your garbage into the waste bins nearby. Please do not run, play, or make a loud noise to prevent you to gain quiet environment. 古希臘天文學， Enjoy your visit. 托勒密的地心說，古人已經知有地心，都好犀利。1524年出版，咁犀利。1524年出版呢本嘢《宇宙志》，咁勁。天文與航海。谢谢和大师新华共同营造南京的参观环境，谢谢您的配合，祝各位参观愉快。行星逆行之域，行星逆行，行之惑， Play or make a loud noise to 星 prevent you 盤 to create a quiet environment for visitor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Enjoy your visit. 古天文書，好犀利。古代啲天文學家真係好犀利。望遠鏡，伽利略星望遠鏡，伽利略啊，望遠鏡，首窺天機，1609年。哈雷彗星，牛頓的萬有引力。1704年啊，牛頓發表第二本巨著《光學》。1704年，1643年，1727年，歲數。哈雷彗星預測幾時歸來？第一張銀河系畫像。我知天文望遠鏡啊，古代嘅天文望遠鏡，1659年。如果人们能利用红外线观测宇宙，会不会有更多发现1908年。真是会越知道。第一張天文照片，望遠鏡中的行星，不尖下的行星。大爆炸宇宙觀，宇宙尺度大辯論，噪音誕生天文學，空間望遠鏡，宇宙膨脹，新秩序。哈勃望遠鏡，詹姆斯韋布空間望遠鏡，原來咁多望遠鏡啊！喺個太空度，帕克號太陽探測器 ，EXTP 空間天文台，咁多咩太空？呢天文台，歐洲特大望遠鏡。黑洞、飛天、
飛翔之夢，著名火箭設計師嗰邊，宇航之父，推咗氣，跟住脱落，刻住啲名。到呢個一級，跟住慢慢脱落。嗰邊第一隻太空狗，第一隻狗去太空。太空狗幾多年啊？太空狗代卡，話幾時啊？哇！哦，中國東方紅1號啊，1970年啊，4月24號。美國1958年，蘇聯1957年。蘇聯仲有美國1年喎。哇！嚇親我啊！哦，太空狗啊！就係話呢只咯，呢隻佢上面模仿嘅呢個，但係佢飛行員人類飛行光輝時刻，風箏。出嚟有冇聲？ 1903年有火箭、飛機、噴射機。1942年噴射機。萊特兄弟1903年。第一艘載人嘅宇宙飛船啊！1961年。 1961年啊，載人啊，上波音係1969年啊，波音747。飛機阿波羅11號69年。你哋睇啦，嚇？空間實驗室啊，1971年。神話故事咯，啲人驚講故事咯，開始有。穿梭機啊，真係幾多？穿梭機1981年。年前啊，500年前，唔係宇宙飛船神舟5號咩2003年啊，中國獵鷹重型火箭。公元500年公元前嚇。木星探測號、侏羅號。喺呢度啊，佢講咧去落月球咧，係月啦。球嚟喎，落月嫦娥球啊！咧，佢呢個車落咗月球之後點樣運作？有啲乜嘢嘢？嫦娥呢幾多號？個睇過啦，喺電視啲新聞講咦，報咗啦。玉兔2號啊！呢架阿 B，玉兔2號啊，月球車，嗰架嫦娥5號。嫦娥7號仲未發射。呢啲落咗月球嘅，採嗰啲土壤翻嚟研究嘅。原來呢只係玉兔2機械號。人嚟㗎。跟住早年都有啦，新聞都有影到呢個。呢月球嘅車轆啊 B，西網輪，用啲網證鋼網可能。嫦娥5號。嫦娥5號太空船，呢架玉兔2號，月球表面啊，登陸個月球表面。天問1號。嗱，呢架天問1號，入去太空艙。喺太空艙裏面係咁樣喎。係啊，空間環境監測、機械臂飛行控制、太空視頻、機械臂飛行控制。空間站狀態顯示，天地通訊，天地通訊。生物實驗。攬著個鎖定物，但係機嗱佢出去啦，如果唔係佢就做咗太空細物啦，一定死嘅冇表現㗎嘛。環控生保。唔係，咁佢就出去直行出去睇呢個如意佢有溝。啲咧係行出去黑掹掹㗎，要綁住㗎，綁住空間站嘅嗰隻飛走如意㗎溝，中國。靠嗰條繩，真係靠自己斬住死人㗎。啊，佢開嚟邊有空間站？攞嘢咯，嚇咁冇呢個係補給㗎，哦，佢裡面有㗎。
这种是一枚，是出厂的那个，一枚。中國太空空間站，突然我到邊啦。明星號。那叫宇宙。哇！太空啊！啊！你我攞手嚟啊！我攞巴閉嚟咧，儲埋。或者哎呀，我翻廠瞓啦，咁行起嗰啲。太空站，我邊個地球幾靚？開工啦，起身啦，咁樣出去做。哇！好靚啊呢度。哇！地球好靚啊邊？你見唔見得雲？衛星，衛星，地球，宇宙，衛星，太空船。哈勃望遠鏡，呢個哈勃望遠鏡，呢個咩嚟嘅呢個？我宇宙。暗淡藍點，有恐龍，星空浩瀚無比，探索永無止境。呢個天文館最少要用大半日時間先行得晒。下邊嗰頭先食糕嗰度，我個地牢未去喎，餐廳未去喎，不走啊！去出面食嘅，去高達依家，上海高達，環機，遊客服務中心有得租機，20蚊一部，啱晒啲小朋友，好深奧嘅天文。哇！好靚呢個公園啊！哇！嗰個天文台嗰邊，2號出口。哇！呢個雕塑好靚，地鐵站方向。上海天文館總平面圖，1、2、3、4、5、6、7、8 P， 有9層啊，10層。呢嘢真係紅葉啦，全部紅色，幾鬼多櫻花，通地都係落晒啦，地下好多櫻花，飛機，櫻花係咁飄落嚟，邊啊？啲櫻花咁飄落嚟啦，係咁飄啊，啲櫻花飄啊！呢個蜜蜂啊，有蜜蜂啊！
一飄嘅通地都係櫻花。哇！通地啊，睇櫻花嘅，飄落晒啦！哇！真係好多櫻花喺度。哇！滿開期肯定好犀利啊！一落咗一大半啦，剩翻1/3度就諗。啊！做咩360度轉啊？啊！好啊。啊！